今日咧，某報章頭條報導，有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咧，干犯咗猥褻罪，咁被害嘅咧就係一位10歲嘅小朋友。呢個臨床心理學家俾法庭判處咗入獄3個月，出獄之後咧又做翻臨床心理學家喎。咁點解可以咁樣嘅呢？如果係醫生或者護士，我哋一旦干犯咗一個罪行，而罪行嘅最高刑罰係有機會坐監嘅話咧，我哋一定要向我哋自己嘅管理機構，即係話醫務委員會啊，或者護士管理局咧，係去申報。申報咗之後，視乎情況嘅嚴重性咧，我哋嘅管理機構咧係會可以召開一個聆訊，最後係甚至可以將呢個人士除牌。所以咧，監管機構就係把關嘅機構。咁臨床心理學家有冇呢個把關嘅機構呢？你可以話有，又可以話冇。其實喺2016年嘅時候咧，政府喺衛生署之下咧已經成立咗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。咁每一個專業咧就有一個嘅啫機構去監管去註冊，但係咧呢個又唔係法定嘅一個機構喎，即係話我可以註冊，可以唔註冊，繼續自稱係臨床心理學家。漏洞就係呢處啦。發展到今日，呢幾個機構咧，其實已經經過咗2次嘅外部評核，都話佢達到一個監管機構嘅標準。但係就係爭一步，我哋可唔可以行多一步，令佢變成一個法定嘅機構？等我哋呢啲人員咧個水平係得到足夠嘅監管，等佢哋嘅操守咧係得到足夠嘅監管嚟保障市民咧。其實行呢步又唔係好難，我睇到有2個方法。第一係用翻現存嘅專職醫療業條例入邊加多1個以至到幾個嘅專業。第二，我哋可以完全行一個新嘅方法。既然已經有監管機構存在，就俾個法例賦予呢啲監管機構一個權力，去到為呢啲專業人員註冊。只有喺呢個機構註冊嘅人員先至可以自稱臨床心理學家。咁嘅做法咧，其實就同律師會差唔多。好處係邊呢？第一，你仍然係尊重咗專業自主；而第二咧，政府唔需要另外好似醫務委員會咁有一大班人去幫佢用好多公帑，你自己管就已經得啦。其實2個方法，我相信咧，業界都係接受，對市民亦都係好嘅。希望政府係認真考慮。